鳳凰花開遇佳人，又遇謝公。阿倫識得好耐，今日第一次見面，多謝多謝，啱啱講件好嘢俾你。你台山，中國嘅著名調香，好嘢，台山。今日你帶我台山邊幾個地方打卡？啊，先到呢個蓮溪學校。我哋台山啦，好多華僑嘛，華僑翻嚟咧就會捐建咗好多華僑學校。咁啊，學校啦，好多都會種有呢個鳳凰花。咁啊，跟住咧，我哋就一日去打卡。下一站咧，我哋就去廟邊學校啊嘛。好，到啦，好。既相遇，別相識。呢度廟邊學校咧，以前就叫達德學校，係建成於1926年。由我哋呢邊嘅廟邊姓翁嘅有8戶嘅華僑啦，同港澳同胞啦，就捐資建成嘅，非常之靚嘅。年年歲歲花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